最近咧，我接觸過幾個啲網上教人做生意嘅KOL 嘅導師啦。咁好多時咧，佢又話睇我呢啲片之後咧，就話我哋啲片咧拍得唔係咁專業，唔係咁理想。呢樣嘢我話承認喺拍攝技巧咧，我哋當然唔係專業人士啦，亦都都唔識嗰啲咩剪接技巧啊，或者玩 AI 嘅技術啦。我哋專業就係從事一個保安工作。如果你話保安公司需要請人，或者你話保安員需要揾工作，我哋專業就可以幫到你。我哋公司咧，我本人咧喺呢行咧就從事咗超過20年嘅保安工作，亦都係全香港第一個保安公司老闆，通過啲 YouTube 啊、Facebook 頻道拍片教人去點樣做保安，或者係點樣開保安公司嘅工作。咁如果大家係覺得有需要去揾工作，或者係需要揾保安員，我哋公司一定可以幫到大家。OK。